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台湾今仔日还伫咧低气压内底，天气无介稳定。南部今仔日规工会落短暂雨，嘛有可能会变大雨。咱做伙来看分图。培养风台甲外地风台，目前对台湾的天气是拢无直接的影响，强度嘛伫咧减弱当中。不过台湾还伫咧低气压内底，水汽比较较高。 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上大雨，北部还佫有山区过道嘛会落大雨。若伫咧温度的方面，日时的高温差不多是31至33度，无落雨的时阵会较漚热。另外，伫咧中南部甲外岛沿海，要注意影可能会较大，若是去海边的民众都要会记得注意安全。若拜一风台离台湾较远啊，中南部也是有短暂雨，台湾北部过道嘛会落雷公雨，不过雨会豆豆啊减少。 为拜四开始，太平洋高压慢慢增强，各地会恢复热人的天气。早起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若过到山区会有热对流，部分的地区会有西北风。不过整体来讲，天气相对是较稳定的。培养风台甲外地风台虽然是袂直接扫入来台湾，不过低气压互台湾的水汽变高。 伫苗栗台21线有土石放落来，去撼到过路的车，至少有一个驾驶头壳着伤。另外，海边的风影即嘛真大，伫小琉球甲鹅銮鼻拢出现2米至3米悬的大影。石头一直对山顶连落来，这是苗栗南庄乡苗21线3.8公里东河部落路段。最近当地拢落大水雨，拜六下晡1点左右，敢若土石松动，造成大路边仔的山壁崩落来。开车经过60岁查甫人，互大石头撞到车，头壳有1公分的空碎，赶紧送上病院。开事就好了，开一条路了。 大影一直拍到码头，气象局提醒民众，中南部甲东半部较有长影。拜六早起10点左右，鹅銮鼻甲小琉球一度测到2公尺到3公尺悬的影。不过，这礼拜是休热头一个拜六，真侪民众早就计划好要去小琉球佚佗，行伫码头是真小心。风浪会不会害怕？有一点点。坐船会不会晕？有喝晕船药。不会，台风应该还好啦哈。都很熟。 因为港内的话，现在是涨潮，所以才会浪比较大。那港外的话，其实是还好。全公司表示，虽然有落雨，不过也伫出航的安全范围内，也因应休热出佚佗的人较侪，无排除会加开班次。不过，垦丁南湾已经成菜红旗啊，禁止游客落水，民众只能伫山坡耍水。水上活动业者也真无奈，不过为着安全，也是要到天气稳定才去做生理。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第3号风台蒲阳，昨天下晡是扫入去广东，雨是规通倒，而且有一只中国籍的工程船伫香港的外海发生事故，不过因为风影伤过大，要救人是真困难。这只工程船伫香港的西南边300公里的所在发生事故，船是规个断做2节，差不多有30个船员跳船。若伫咧事故的现场，离蒲阳风台的中心是真近，海影是大甲真惊人。 救援的人员是甲吊伫咧甲板顶悬的3个船员救起来。有船员讲，船闭起了后是一直沉落，其他20外个船员伫咧直升机到位进前，可能就已经流去啊。接下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昨天是新增加34748个本土病例，有96个人死亡。中国病院甲咱台湾逐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甲纽西兰来做比对。 发现讲疫情发展的趋势是真相像。若是照纽西兰的经验来看，台湾速度来会进入平庸期。未来1个月，逐天平均确诊的人数会伫咧2万例左右。今天 COVID-19 新增34748例本土病例，那境外一路有79例，另外死亡个案有96例。 中基病院比对咱国家纽西兰的每天新增加确诊数，两者曲线同款。那依照纽国的经验，台湾这边嘛入平原期，未来1个月平均1天的确诊数有计是在2万例。 每个国家事实上都有它不同的一个走向，那是不是会有平原期？那当然也是另外一项的推测，那当然都有可能，那这个就是大家拭目以待啊。不过指挥中心昨日公布防疫成绩单，依照经济学人的统计，台湾疫情期间超额死亡是负2000人，世界排名第2低，敢若排伫纽西兰后壁。不过专家认为讲，互相比较意义无大。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强调，无任何一个国家经过Omicron也会使是负超额。虽然Omicron造成的病例以轻症为主，不过严格防疫做法相关的包括着这个医疗容量造成间接的死亡，这波疫情也未行完，不是一个会使落结论的时机点。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教育部公布111至126学年度无共教育阶段学生人数预测的报告，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学生的人数今嘛是愈来愈少。按算未来16个学年，大学一年的学生平均一年会减2000多人，或者是1.5%。大学学生总人数的平均每一年会减8700人，或者是0.9%。咱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警方公开讲，有不少大型的诈骗集团成立车手的集中营，把所有诈骗的车手关做伙，统一因出动的时间。车手若是唔听话，就会甲因关起来，甲因拍。警方呼吁，若是伫跳热的时阵想要做山工的青少年，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即马疫情渐渐转好啊，民众是愈来愈想要出国去佚佗。旅游业者嘛，希望政府会当甲一礼拜25000人会当入境的限制搁放零。另外，咱国内旅游的补贴7月15就要起稿啊。观光局预估有8000至9000的旅宿业者有参与，上紧伫咧初4的时阵，就会来公布这个名单。自大家国内外热气球慢慢飞起来，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初2伫台东陆野高台开幕，现场有差不多5000人。即马向说，新一波国旅进行补助会伫7月15上路，国内旅行团每团上悬应补助3万，全台19间主题乐园也门票3折优惠的补助。另外，大小补助部分，每人每案每房上悬补助1300。出示您的这个小黄卡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打满3剂那就可以加码折抵500块。我们在7月4号就开始让民众来查询，已经报名也经过审核通过的业者，大概有8、9千家的旅宿业者参与。以疫情期间的成长的话呢，目前至少的预估至少3到5成以上。向说不只是国旅旺，即马疫情指挥中心减低入境检疫天数3+4了后。民众出国意愿也大大提悬。以为是很冷清，没想到那个我们在日航柜台的前面啊，整个都是人满为患。行程已经排好了，去美国。根据桃机出入境统计，休山第工7月1出境人数6395人，比入境5077人去较济，是以前检疫天数7+7人数的3倍。呼吁放零入境每礼拜25000人的限制。韩国、泰国、新加坡这些我们邻近的国家的旅客呢，也是人数非常多。欧美的一些旅游需求自由行的一些行程，希望说应该把国人这一块剔除。旅游业者表示，疫情进前平均一天7到8万人出入境，即马疫情转好，乐观有果，伫可能8月底9月初就会放零3+4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7月份电钱起价，不少物价嘛跌咧起。美国式的大卖场，因的卫生纸最近2个月以来，一罐是已经起54块啊。不过有较适中的消费者讲，较贵嘛是爱买。也若伫咧片湖马经有3间做冰厂，即马嘛宣布要做伙起价。渔民出海要用的冰，一支为150块，是起价200块。拜六下晡的美食大卖场，人客真多，彩会员制卖场最近2个月2摆起卫生纸的介绍，5月初已经起1摆啊。卖场初说明，原料成本加进口的运费拢无够成本，才决定搁再来起价。最近2个月来已经起54块。品牌忠诚度真悬的消费者讲，因为爱用，安怎贵嘛是着爱用爱买。涨那么多？我用习惯了，有时候每次来都会买一包。所以你是没有看价格？哦，不看价格，是用这习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所以只好涨价也给他买下去。对啊，也是忍痛要这么买啊。不过，国内卫生纸市占率悬的永丰社表示，即阵是无起价计划，也阁有要起价要平湖的冰。马经3间制冰厂宣布，一支冰对150块起到200块，也不过渔会为外经营的制冰厂后来修正为180块。啊，就人有影响无啊？这只渔船一摆用60-70支冰，要加付几千块。都还搁要排套啊嘛？当然啊，胡椒啊，物件就起啊，油啊起啊。
不过，做兵业者也爱员表示，这回电会员工的技术悬，一支兵爱48点钟才做会好，而且台湾本土一支兵早就200-300块啊，因起价真正只是伫咧反映这个成本利益。恁要生存，阮也嘛要生存，大家拢和平相处啊，大家会当生活啦。讲这种事实，毋是讲冤爱动气，真正生存袂落啊。业者强调，10多年拢捌起价，这阵工人歹势，若是佫无起价，实在无法度佫动落去。不过渔民也怨叹讲，啥物物件拢起，这阵开一抓了2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有咧骑大型重型机车的车友串联起来，要来争取路权。为7月初1开始连续4天，就全台湾骑重型机车的车友做伙徛起立国道来表达因的不满。警方嘛伫咧交流道设乱载点，不过也是有人徛起立高速公路。另外嘛有人甲相关的影片传起伫网络顶，警方讲嘛会甲因采罚。不要上去啊！来，不要再跑，不要上去哦！不要上去啦！警员伫高速公路匝道口找到几台大型重机车，佮要求因离开。大型重机为要争取就国道宽裕，发起9速高速公路上的拐包包活动。要为7月初1中到12点到7月初4中到12点争取路权，台中就有一名骑重机的人，伫初1下昼闯关成功，骑就国道1号，佮将影片上传网络。由国道1号丰原交流道骑乘重型机车上国道往南至台中交流道，那沿途约10公里，那虽未发生事故，但已违反现行交通法规。那本大队经发现该段影片之后，主动调阅沿途监视影像，目前已锁定该车牌。国道警方表示，根据影像内容确定违法，将通知移告案说明，佮依法开罚。除了台中全国各地也拢传出有大型重机违法窜入国道的状况，不少骑重机的人伫高速公路上就直接互警方抓落来。配合道路主管机关政策，部署警力，依规定严正执法。由于国道现场没有合于法规可供机车驶离空间，现场需拖吊移置，相关费用由驾驶人自行负担。国道警方统计，为初1中到初2早起9点，全国已经拦查27台重机，拢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来开罚。警方提醒，目前交通部只开放各3家台北连路道会当行驶大型重机，其他各道路段拢无公告允准行驶，也呼吁骑大型重机的人应该以合法理性的方式来争取行驶路权。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为2年前开始办用母语讲故事的活动，每个礼拜拢会请志工来甲遮个囡仔讲绘本的故事，做伙来学母语。不过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参加的民众有较少，所以因就按算讲，甲这个教材录做是影片，互民众会当方便学习。我是一蕊菜青花。台湾文学基地母语讲故事，邀请大人囡仔做伙来听志工妈妈讲母语绘本囡仔故，嘛透过故事内底的动物，消解台语的讲法。智慧有2种讲法，一种是去处。一种是占位，我就想讲，当初是阮阿公伊咧讲的时是讲去处，所以我伫内底讲，我就讲直接讲去处啊，安尼咱会使互囡仔知影讲，咱顶一辈讲话是啥物的。志工妈妈讲，伊会特别拣本土作家，也是较活泼有音乐的绘本，互大家感觉趣味。台文基地嘛表示，因自2年前就有母语讲故事的活动，目前有台语、华语、客语，嘛想要开设关注民语，希望继续推广这项活动。未来甲附近的学校，例如中校国小，阮会当请阮的志工行入去学校内底，甲即种母语的传承甲学校来做结合。所以露水的台语怎么说？露水。好厉害！来，给你拖下这个。不过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来参加活动的家庭明显减少。台湾文学基地嘛表示，即马有咧考虑用录影的方式，把每一场母语讲故事收集整做教材，用各种媒介把母语继续传落去。记者陈合李玉凯、曾派文台北采访报道。咱台湾即马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得到失智症的人口嘛在咧增加。国健署特别推出主题咧讲失智症的数位绘本。希望互囡仔人会当认捌这种镜头，对得到失智症的人会当有同理的心，嘛关心时代的健康。有时笑笑的，有时爱生气，
有时候还会乱丢东西。用囡仔对谈，讲出厝内长辈情绪的变化、认知能力、退化等等失智症的症头。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特别以失智症做主题，出版所谓绘本，希望囡仔嘛通关怀阿公阿嬷的健康。有这样的一个长辈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小孩子和大人？家中他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失智长者的时候，如何从他最早期的就能够发现哈，所以必须要对失智有所认识。国健署表示，伫2019年65岁以上得失智症的人，大有23.9万人，推估到2021年会突破30万人。原因除了基因、生活方式、文明病等等拢有关系。另外，失智症自去年起已经正做个人死亡原因的第12名。这届杀所谓绘本，嘛希望通莫受到疫情的影响，大人囡仔对网络嘛通阅读。有非常多人因为被居家隔离或需要居家照护，或者是因为个人安全的问题而不愿意使用纸本，作为动画绘本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国健署表示，伊用以失智症做主题，红仔册足少的，所以这届特别用绘本解说一寡失智症患者可能会发生的状况，让囡仔通有同理心，理解这个疾病跟家厝内的冲突。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咱来看一个国际消息，在沙烏地阿拉伯未假的宗教活动，近2年为着防疫是禁止外国的穆斯林来参加，今年总算是对外开放啊，不过人数也是限制伫咧100万人。后一批到沙烏地阿拉伯聖城麥加的幾若千名回教徒，車住集在大清真寺，西正中的天房來祈禱，有一寡人手舉着雨傘，早這個真熱的日頭。過去2年受到疫情影響，這場全世界回教徒上大規模的聚會被迫取消外籍人士參加，敢若溫存幾若千位沙國的公民也是民眾來參加。今年終於是對外來開放，不過人數限制在100萬人，規模是疫情爆發進前的1半左右。當局也限制上年齡在18到65歲，完全注射疫苗也是免疫，無得到這個慢性疾病的人才法度來參加。الحمد لله احنا نحمد ربي الحمد لله بعد غياب 2 من الحج ومناسك العمرة كنا مشتاقين إلى بيت الله الحرام وإلى اللقاء بإخواننا من كل المسلمين ومن كل العرب في هذا البلد الطيب والسعودية إنها بلد مضياف وبلد طيب نشكرها على الترحاب وعلى التسهيلات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لمساعدة كل الحجاج في بيت الله الحرام. 大清真寺雕像人客内底也有真侪安全人员，四周也安全感失去。出入卖家也有管制站伫管制人流，来确保袂有意外发生。近期雕像活动报有店面的差大事件、欺诈甲不当。沙国王朝穆罕默德沙尔曼的一项经济改革计划，会甲每年参加雕像甲副雕像的人数增加到3000万人，有加到2030年会创造500亿里亚尔收益。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联合国甲乌克兰的罗宋汤列入去强要消失的文化遗产名单内底。乌克兰讲，这代表罗宋汤的战争因是拍赢。因若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决定，罗西亚外交部发言人讲的话，真明显是无得介受。用甜菜根、大葱头、红菜头、高丽菜、马铃薯这材料为主，有红汤、绿汤、白汤3种版本的罗宋汤，是东欧地区国家常常食到的家常料理。这2年来，乌克兰人甲俄罗斯人常常伫社群媒体争辩，罗宋汤是家己的国菜。2020年，乌克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罗宋汤作为文化列入濒危文化遗产名单，结果原本按算要到2023年才会出来，即马说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教科文组织决定真紧来审核，第1一定案。消息一出来，乌克兰文化部长特卡钦科推文表示，赢罗宋汤战争的胜利，其他战争胜利也对咧教会。Борщ – це є українська спадщина, і для приготування справжнього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борща потрібен лише українець і добрий смак.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沙卡洛娃口說表示，俄國版本的羅宋湯根本無需要保護，這是現代基礎國族主義飲食習慣，一切攏烏克蘭化。伊個用雪蓮子甲獵飯為例，幾個國家攏將這看作是國菜。Борщ не име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Ну хорошо, как хлеб, как картошка, как капуста. Эт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Ну ка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后面的27个成员国已经有达成共识，同意伫咧2035年进前达到新车零碳排放的目标。所以为2035年开始，后面境内袂当阁使用食汽油的车，就连生产汽车的德国嘛是同款。经过16点钟的谈判，后面国家29透早总算达成共识，往绿色新政向前一大步。What we want is zero-emission cars, and what we want is to reach the climate neutrality target by 2050. And for that, we need to do a lot in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nd we need to reduce strongly the emissions. 后面去年提出计划，要以1990年做基准，在2030年前减少5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希望会当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各国在这届会议中同意，申请要在2030年前碳排标准必须降到50%至55%。2035年开始必须完全零碳排，定有到时阵会禁止未使用燃油车，改用电动车。Les États membres, comme la France d'ailleurs, ont mis en place des dispositifs de soutien aux ménages, à l'achat de véhicules plus propres pour les rendre plus abordables. 除了新车碳排设限制，欧盟也同意创立社会气候基金，改革碳排交易体系，希望让减排之路会当顺利进行。但你讲的是，这届汽车大国德国有哪赞成？按过要求油电混合车若做会当实现零碳排，也是会当伫2035年以后继续卖。对这样代志，欧盟表示会对这种车进行评估。按过有环保团体对欧盟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因为2035年才禁止燃油车已经上慢啊，无法度达成将全球暖化升温限制伫1.5度内的目标。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为今仔日到拜三，咱台湾的天气是拢无啥稳定，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上大雨，北部也阁有山区过道嘛会落大雨。各地无落雨的时阵会较沤翕，要注意唔通掉沙。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